人生好多時候都未必完美，但係我哋能夠喺唔完美中努力發揮更好嘅果效，積極面對挑戰同困難。駿嶺日間服務中心嘅學員正係呢一班戰勝逆境嘅勇士。雖然我哋嘅學員因為先天或者後日嘅發展障礙，例如自閉症、發展遲緩等原因，而唔能夠好似其他人咁正常學習工作，但係佢哋努力不懈嘅精神，令到佢哋能夠每日進步多一啲，每日愛自己亦都多啲嘅。我哋嘅學生每日早晨風雨不改返到駿嶺，展開愉快嘅學習旅程。佢哋每日都會做晨早運動、唱國歌、同學間互相問好，學習日常生活常識，以及培養社交及溝通技巧。學員們認真學習，例如理財、烹飪等生活技能，俾佢哋將來可以更加獨立咁生活。除此以外，我哋中心嘅藝術同埋音樂課程亦都有助於提升學員嘅心理同埋情感健康。而透過工作訓練同義工服務，我哋嘅學員能夠更好咁融入社區，成為社會上有用嘅一群人。駿嶺日間服務中心愉快嘅學習環境及良好嘅人際關係，令到學員們更有自信，使佢哋能夠努力達到德、智、體、群、美嘅成長目標。呢啲充實嘅學習生活，亦都能夠令到家長們嘅壓力得到舒緩。即使係疾風中嘅勁草，若果得到更悉心嘅照顧栽培，亦都能夠逆風生長。栽種有時，灌溉有時，全賴社區人士嘅支持同關心，我哋嘅學生能夠喺逆境中茁壯成長。生命影響生命，永不灰心，永不言敗。愛係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係永不止息嘅。